水域清澈，湖水映照着山丘倒影。知名的明德水库就位在苗栗头屋乡，这里是典型的客家聚落，民情淳朴，好几条溪流穿梭其间，形成独特的头屋风情。风景很优美啊，然后空气很清新啊，然后来到这边就是觉得有种乡下的感觉。水资源丰富，让头屋成了历史悠久的茶乡，更因为好山好水，近年来有不少客家人在这里养殖大闸蟹。蟹农们努力营造出天然的养殖生态，就是为了细心照料这远道而来的教客。这是圆圆的，刚才公的是尖尖的，好，那马哎，你嘛，你台北人要学客家话吗？那这个叫什么？买。哎，因为你养大闸蟹，一定水要非常的充沛，因为我们明德的水库的水资源绝对不会缺少。然后我们前面有个后龙溪，如果你水库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后龙溪的水引到这边，所以这地理环境绝对是好的，水没有污染，养出来的大闸蟹绝对是没有污染的。你看很大呢。哦，有。没污染的大闸蟹远近驰名，也发展成观光产业。游客来到这里，不只能参观养殖场，还能现捞现吃。来，大闸蟹来了，新鲜的大闸蟹来了哦。是嘎德呀。辛勤耕耘，总能有收获。这2年的本土大闸蟹质量越来越好，在两岸还获得不少冠军奖牌。游客来享受肥美大闸蟹的同时，也能了解这个客家小镇蟹农们努力打拼的故事。上课喽！是嘎德位，是嘎德位，是嘎德位。